Jess 姐嘞，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藏人行政中央电视台本周西藏华语节目，我是主持人卓玛。本期的主要新闻有：达赖喇嘛尊者指出，希望并祈祷活到110岁，信众也需为此虔诚祈愿。达赖喇嘛尊者思政议长致函，祝贺澳大利亚总理在大选中获胜。司政罗萨桑格在奥兰加巴德指出，佛教是印度给世界的最大的礼物。加拿大议员提案敦促政府采取行动，使西藏获得真正的自治。葡萄牙议会对政府指出，敦促中国释放第11世班禅喇嘛。2012年3名自焚藏人身份证实。下面请看详细内容。藏人行政中央为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尊者举办长寿祈愿仪轨。尊者开设指出，在梦境和乃琼护法神的昭示下，预示和相信自己能活到110岁，信众也需为此虔诚祈祷。今年是达赖喇嘛尊者的本命年，藏人行政中央嘎夏高度重视这一特殊之年，并且于2018年底为达赖喇嘛尊者举办了一场长寿法会。今年藏历新年期间，官方护法神降下神谕，为了600万藏人的集体利益，西藏3区需团结一致，共同向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尊者供奉长寿仪轨。因获达赖喇嘛尊者应许，流亡藏人官方、藏人行政中央和流亡藏人全体僧俗民众于藏历3月14号、公历5月17号，在印北达兰萨拉的大乘法院为达赖喇嘛尊者举办了长寿祈愿法会。达赖喇嘛尊者开示道：“我不会游泳，但是有一次我梦见自己在游泳。当时班丹浪姆在我背上告诉我，雅瓦仁波切，你会活到110岁。很久以前也有尼玛高僧预言，以及乃琼护法神说我会活到113岁。因此，从这些种种的迹象来看，我希望也祈祷自己活到110岁。我会升起信心，你们也一同发愿。”与此同时，达赖喇嘛尊者致函祝贺澳大利亚总理、自由党、国家党联盟领袖斯科特·莫里森在近日的大选中获胜。据媒体综合消息，当地时间19号凌晨，数千万选民和候选者经过焦灼等待之后，澳大利亚工党领袖比尔·肖腾宣布在第46届联邦选举中败选。随后，澳大利亚总理、自由党、国家党联盟领袖斯科特·莫里森宣布赢得此次大选，连任成功。5月19号，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尊者向澳大利亚总理斯科特·莫里森致函祝贺在大选中获胜。尊者在贺函中表示：“我借此机会向澳大利亚人民表示深切的感谢。感谢该国民众和政府对西藏境内外人民现状的关注和支持。”藏人行政中央司政洛桑桑格也致函祝贺斯科特·莫里森赢得大选，连任成功。司政洛桑桑格在贺函中指出，他代表藏人行政中央衷心祝贺自由党全国联盟在澳大利亚大选中取得非凡胜利，并想借此机会向澳大利亚人民和政府表示深深的感谢，感谢该国政府对2300多名流亡藏人的接待，其中1000多名藏人是西藏前政治犯。西藏人民议会议长白马求乃也致函表达了祝贺。此外，藏人行政中央司政洛桑桑格受邀出席在印度莫兰加巴德举办的菩萨节庆典，并在当地向与会民众发言时指出，在种种的伟业中，佛教是印度给世界的最大的礼物。5月18号，藏人行政中央司政洛桑桑格作为主要嘉宾受邀出席了在奥兰加巴德举办的菩萨节庆典。司政洛桑桑格在印地语中表示，他很高兴在该地区会见了大量的佛教徒，
并表示西藏和印度有着深厚而独特的文化和精神遗产遗址。他还赞赏世界各地对佛教研究的兴趣与日俱增。司政指出，尽管中国当局残忍而有系统地企图消灭西藏的佛教文化，但是没有成功。佛教在流亡西藏和喜马拉雅地区，在达赖喇嘛尊者的指引下得到了很好的保存。事实上，中国现在是最大的佛教国家，有超过3亿人信奉佛教。司政指出，在种种的伟业中，佛教是印度给世界的最大的礼物。5月22号，司政抵达罗纳德里根华盛顿国际机场，展开了对该国的访问行程。本周早些时候，加拿大保守党参议员吴清海在参议院提出议案，要求提高人们对西藏境内遭严重践踏的侵犯人权的行为，并敦促加拿大政府采取强有力的实际行动，使得西藏获得真正的自治。在本周二5月14号的参议院辩论中，加拿大保守党参议员吴清海表示，他对西藏的基本人权自由，包括言论自由、宗教自由、集会自由等遭严重限制，和西藏境内的局势日益恶化而感到极度担忧。他指出，作为国会议员，我们不能在这个问题上袖手旁观。现在是加拿大政府做出更多事情的时候了。在加拿大政府越来越关注和加强与中国的经贸关系的时候，议员吴清海强调，加国政府必须在高级别会议和双边或多边会议上向中国当局表达对侵犯藏人基本权利和自由的关切。此外，上周五5月17号是藏传佛教第2大精神领袖第11世班禅喇嘛更登却吉尼玛遭中共当局秘密劫持失踪24周年纪念日。藏人行政中央外交与新闻部下属联合国、欧盟和国际关系部人权事务组举办了一场小组讨论会，纪念第11世班禅喇嘛遭中共强迫失踪24周年。藏人行政中央宗教与文化部部长瑜托伽玛格列、印南扎西伦布寺僧人贡乔丹增、西藏人权与民主促进中心主任次仁措姆、西藏政策研究中心前主任图丹桑培作为应邀嘉宾出席了当天的小组讨论会。西藏人权与民主促进中心主任次仁措姆详细论述了班禅喇嘛的一些关键问题，如强迫失踪、侵犯人权、遭秘密劫持，并指出班禅喇嘛遭秘密劫持是在中共当局的长期计划中的，因为他们知道班禅喇嘛在境内外藏人民众当中的重要性。西藏政策研究中心前主任图丹桑培谈到了1985年他有幸会见第10世班禅喇嘛时的个人印象。另外，葡萄牙共和国大会提出议案，首次谴责中国政府对第11世班禅喇嘛的迫害，呼吁葡萄牙政府立即促使中国政府释放班禅喇嘛。这项议案于5月16号由人民动物自由党的支持西藏者希尔瓦先生提交给议会，17号以29票赞成、19票反对通过。该议案提案者希尔瓦先生指出，11世班禅喇嘛更登却吉尼玛被强迫失踪24年，急需国际社会的关注和对此采取具体的实际行动。通过这次投票，葡萄牙共和国议会在全体会议上谴责中共当局对世界上最年轻的政治犯11世班禅喇嘛的强迫失踪，并对他的下落和身体、精神和情绪缺乏了解表示关切，敦促葡萄牙政府呼吁中国政府释放班禅喇嘛。继续来看今天的最后一则新闻。2012年，3名藏人在西藏境内举行自焚抗议后当场牺牲。由于中共当局封锁当地通讯渠道，3名自焚者的身份及照片近日才得以证实。
上述3名自焚藏人分别是年龄18岁的多杰、17岁的罗桑达曲和20岁的希热，都来自西藏安多阿坝州境内，经四川省阿坝州阿坝县。虽然有关相片在1年前收到，但由于中共在该地区持续大规模的镇压，无法立即确认或验证。2012年，境内藏人采取自焚抗议的人数最多。自2009年开始，截至目前，西藏境内已有153名同胞自焚，其中131名已离世。观众朋友，藏人行政中央电视台本周西藏华语节目就到此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会。